獨立的林利。我們最初的那伙人第一次聚會是新秀比賽後的週末，地點是林利位於美孚新村的家。當晚聚會的主題是新秀大賽欣賞會，翻看比賽的錄影帶。林媽媽準備了豐富的食物後，就與林爸爸避席，把家讓給青年們自由輕狂。當年林利才15歲，已經是個酒徒，嗜酒如命。我經常笑他：你不是用奶餵大的，而是用酒餵大的。當晚必然又是喝醉了，但翌日早晨有工作，便叫我當他的鬧鐘，把他叫醒。翌晨我便去叫，誰知他穿了半條褲又睡了。至今他這個嗜好絲毫未改，仍是個酒徒，而且是位資深的酒徒。除了林利是追睡蟲之外， Anita 也是超級瞌睡蟲。我常說，你一早起床時已是6時半晚間新聞。既然瞌睡，當然經常遲到。最大鑊的是他一次遲到，誤了去新加坡的飛機，歌迷拉了橫額在外等，他飛快地趕乘下一班機撲過去，幸好歌迷仍在，還沒有報以噓聲。我們這大伙人一直都互相關懷，連彼此的家人都一樣照顧關懷，也像家人般照顧大家。當鬧鐘叫起身，就是我們之間常做的家務。林利是最早離開我們去了台灣發展，但又保持聯繫的人。